你好啊，可唔可以阻你少少時間啊？好啊好啊，見你喺地盤出嚟，但係着得咁 office look，你係做建築嘅都算係啊，我做 BIM 嘅。 ？BIM 即係乜嘢啊？可唔可以同我做個訪問啊？可以啊，不過我哋去嗰邊傾啊。都未問你叫咩名添？我叫做 Lena， 我係一位助理 BIM 經理啊，做咗8-9年。平時有啲咩興趣都有抱石踩板做 gym 㗎。 ？BIM 即係咩？類似工程界嘅 IT 人咁樣？都可以咁樣講嘅，因為我哋將傳統嘅嘢咧就變咗數字化啦，咁同埋我哋都會成日玩啲新科技㗎。其實都興咗大約10年啦，但喺建築業嚟講，其實係一個新興嘅行業。開始其實就係畫模型啦，都試過2年幾係喺個地盤度工作，坐貨櫃嘅一個 office。工程界其實咪真係好少女仔。幾年前嘅話，你每10個有1個係女仔咯。女性咧喺呢一行會唔會好舒適啊？定係反而有一個優勢？我覺得係優勢比較多嘅，溝通嘅能力啊，表達嘅能力會較為柔和啲啦。開會上面其實有啲火花，入去嘅話就會 calm down 咗成件事。有冇啲咩經歷係好有成功感？intern 完出嚟嘅第一個 project 啦，就喺堅尼地城芝加哥大學。完咗之後，我仲會翻到嗰間學校，因為嗰個係一個打卡嘅聖地啊。女仔咧想入行嘅話，冇咩説話想同佢哋講？但係每一個行業都可以發光發亮，加入我哋建築業啦。